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验牧师。12月13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RPG 我们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一位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了10个观点中的第3个：圣经赐下恩惠与平安。恩惠与平安对我们来说是这么样重要的，因为在彼得后书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不同于恩典，神的知识是透过圣经来传达，但是彼得强调，这也是神施行恩典的一种方式。彼得指出，我们每天可以透过圣经找寻神话语中的知识，进而获得从上头来的恩惠与平安，实在是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15章非常的配合。就是这位耶稣，他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从昨天14章给我们7个应许，这些应许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应许可以得着，而我们那个得着不会只有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福分而已，这样的一条路走上去，但是我却是毫无被充满，没有今天第15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多结果子，实在是因为我们离了神。我们离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今天的经文里面再都来告诉我们，这位神他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他用植物来形容，真的是形容比喻的太好了。因为我们属神的，如果我们只是白白的，好像有这个职分身份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却过着空空的，我们只有行尸走肉。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个神的门徒真的是一塌糊涂而不是我们一清二楚，我们是神的门徒，而我们跟神连结，我们有神的恩惠。恩惠除了是智慧，从认知上面，特别是约翰福音讲的就是在我们认识耶稣，在认知上我们怎么更认识这位神以外，知道这些应许以外，今天这15章就叫我们真的尝到那个滋味，而不只是知道说苹果很好吃，苹果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对身体是怎么样子的好，没有，而是我们跟神是连在一起，像那个葡萄枝是与神是像一个根本，一个根，像一棵树，我们是同一个根，像同主跟我们的命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9章17节，他就说，如果我们爱主，我们遵守主的命令，那么我们同样在这棵树，我们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只跟神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更深深知道彼此的心，大心台语说大心，基督的心为心，心连心主的心的脉动我都一清二楚，以致我知道主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个18节那个我们知道主的道路，
我们跟主会是同道路。当然同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在这世上一定会受到逼迫，仇敌会恨我们。我们跟这世界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因为神的道路不是一般人愿意走的，因为它不是一条义路。所以今天的经文再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来心连心，我们同命我们共同是生命共同体，还有我们心连心，一起携手走神在这世上所要放下那拯救的记号，要引领人跟神相遇，引领人走在这一条可以实践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的这一条路。然后我们会享受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是一个结实累累的人。好丰盛啊，光想就想到，就觉得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正应验了以赛亚27章3节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我们知道葡萄树的枝子这个比喻，不只是主在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用，其实在旧约其实用了很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一而再再而三来告诉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要去尝那个滋味，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要领受到，我们才知道真美好，而不是只有看食谱我们就吃饱，不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做了按食谱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说饱了。我们要吃下去，我们把神的话吃下去，灵粮的食物，随时把它吃下去，然后从我们身体的养分，我们就活出来。当然我们可能实践上面会有一些出路，我们会有一些得罪神，就让神来为我们修剪。所以我们的神很爱我们，从昨天主观上也让我们在今天主观让我们经历，透过跟他连结，昨天客观上他让我们知道怎么透过他给我们的，他要到天父那边去的时候，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给我们7个明明白白的应许，会应验的。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会实现的，你不用担心的。因为主再次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主，我们就能够结实累累。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哇，真的是很丰富，也告诉我们的应许怎么领受，也宣告，也预先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心贴心的以后，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同时面对一些困难哦，那些挑战是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的主也面对被世界上的人讨厌所以我们属主的人这关绝对不会少，因为主都走了，所以世界拒绝我们，讨厌我们，那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份。如果世界不讨厌我们，那真的是才怪。我们就反而要说，主啊，我是不是没有真的活出主你的公义？我是不是没有怜悯？有没有谦卑？我有没有丢了？我并没有走在主你后面所以世人若恨我们，我们知道主知道，如果我们是没有做错的，那神已经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会被讨厌，因为我们所活出来是那公义的，世人并不喜欢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有见证的，我们不属这世界，因为恨我们已经恨主了，
而我们是属主的人啊。所以世人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他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如果属世界的人，他一定恨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给我们的这么多的应许，也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他真的是有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用。我们不要稀奇这世界讨厌我们，主已经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做仆人不可能大过主人，我们一定也会被逼迫的，但我们被逼迫主一定要保护我们，要保护我们，要保护我们。只要我们面对神做对的事情，且做对的事情，除主以外，在地上我们没有别的所爱慕的。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会衰残的。主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永远，直到永远，他要保护保守我们，给我们他的力量，因为我们连接于他。我们好不好来默想，我们是属神的，神怎么样来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有没有什么特点？我最有感触的是怎么样？就是我跟神的那个连结，最感触的是什么？那么我觉得需要提高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真的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跟我们你是给我们你从你那里来的力量，你给我们跟你心贴着心。主，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会走心，但是主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再次来爱，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再次让我们经历到你所经历的那个痛苦。主啊，我们所经历的不会超过你，你都懂我们，别人不懂，可是主你都懂我们。我们住在你里面，主，我们就有从你里面来的使主平安与喜乐，已经从你那里来够用的恩惠跟恩典。每天透过你的话，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走你的正道上。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活出他的喜乐。我们明天见。